一般的饭店呢，拢有这个交通车来接送人客到机场啦、到车头啦。不过来看桃园这间 Sheraton 这间饭店的，伊的交通车啊，载这个人客要到高铁站，开到一半，竟然因为车顶这个人客囡仔晕车，伊伫咧吼，因为伤过艰苦啊，所以吼袂停啦。司机嫌伤吵，竟然把这家伙啊，叫伊半路落车，等伫咧交流道啊。 行入太空的主题房别墅来到外太空，桌顶还有太空人陪伴，桃园一间4星级的酒店，为了乘人客推出各种类型的主题房型。也过人客讲，交通车坐到一半，赶落车。我们要搭饭店接驳车到高铁，然后等到我们到了一行，小朋友就有点晕车，他就说他想吐，然后他就开始哭闹这样子。然后这时候司机就说他觉得我们这样太吵了，他就直接找一个车道下去，然后直接靠边停，然后要我们下车。等到了前面开一小段之后，他在说什么边下行的时候一边抱怨说：“这真的太吵，真的太吵！”这样，民众愈想愈生气，讲都爱搁家己叫计程车，规家伙出门，影响到佚佗心情。在地人嘛感觉不合理，真危险。觉得就蛮不合理的，不应该直接放下小朋友放在那个危险的地方。伊袂使甲放在迄个不安全的地方。来到将人放落车的所在，车真多。 确实危险，当事业者嘛有出面回应。蹦蹦跳跳没有改善，并且呢还踹司机的椅背。那其他的乘客有反映说这个有安全上面的一个顾虑，因此呢司机呢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请该组客人下车。那另外呢在司机的部分我们也给予惩处。我觉得完全就是业者的一个说辞啦。然后小朋友从头到尾原则上都坐在最后面那一排，他也就是没有坐在司机的后侧那个位置，他踢不到司机的椅背，他从头到尾都没说他觉得这样子很危险，要我们下车干嘛？这也都没有。业者表示讲，有甲人客会失礼，同时提供保障，也毋过双方的讲法差真多。这款代志都要好好处理，避免搁发生类似的情形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